香港地寸金尺土，買大啲地方又唔係人人負擔得起，所以慳翻啲位就真係要諗下計仔。嚟到今集，我哋就梗係有好嘢提供啦。有請今集嘅主角湯門。呢個嚟自意大利嘅 Slider。L 雙門重型緩衝平趟門，外表美觀優雅又有時代感。睇下佢點樣緩衝先。緩衝力學嘅設計近乎完美啊！緩衝路軌可以減低因太大力開關而引致嘅碰撞同勞損，用起上嚟仲好輕巧同埋順暢添。之但係相應嘅安裝就較為複雜啦。為咗避免移位，所以安裝嘅時候就要細心啲啦。另外呢個都係嚟自意大利嘅 Grow 緩衝趟門，除咗有基本嘅緩衝效果之外，仲可以節省空間，再加上防塵魔術貼配件，咁樣隔一隔啲塵，就唔使擒高擒低咁樣抹啲路軌啦。冚翻蓋嘅時候就要留意空隙，以免手指攝入罅隙啊！睇埋呢個威利士趟門先。呢類趟門呢，最適合擺喺公司同埋走廊位。最厲害嘅地方呢，就係紅外線自動感應，行入去真係連手都唔使舉啊！停電有手動噶嘛，係咪萬無一失先？而呢個同樣係意大利嘅 Diva 玻璃趟門就唔同啱啱嗰啲啦，裝嵌純粹單靠配件，完全唔靠木工釘口，睇落去有空間感之餘，仲非常有型格添。而且為咗令到路軌更加順暢無阻，所以門同牆身嘅空隙難免就會大啲啦。除咗趟門之外，仲有呢個 Furno 嘅多組合接門，仲可以隨意增加同埋減少板數，達到理想嘅長度。通常用於間隔空間，用嚟增加空間感，令到牆內外都融合一致。如果唔嫌接門麻煩嘅話，確實係非常之實用噶噃。仲有呢個遙控電動平趟門，呢類設計特別為咗商戶打算，方便得嚟又節省空間。假如有客人入嚟買嘢，用遙控打開俾佢哋慢慢揀，亦都咪話唔新潮喎。除咗電動之外，手動亦都冇問題。不過為咗避免移位，裝嵌嘅時候都係小心為上。睇睇埋埋咁多趟門，又唔知邊樣嘢啱你心水呢？